小猪蹄，哦拜拜拜拜的小猪蹄，哦拜拜拜拜的小猪蹄，可可爱爱的小猪蹄。我打出一条贼优秀的大人部杨老师哇！贼优秀的，有什么这个叫什么？没奖励。没奖励，我为什么要打很优秀的？为了我。试一下，尝试一下。尝一口温柔的拉提，我们一般不出镜的，直接出镜一下。无欲无干。出镜啊！你不是个人。为什么你这个电玩是硬的跳出来的？因为我要给他变得特别优秀，然后绑得特别紧，他已经直接就可以走。一夜没睡，精神还能这么好？这个视频，他那个口罩，然后我就，嗨，早上好呀，我们要去湖南啦，看一下眼袋有多大，来看一下这个人肿眼泡，我没你肿。起飞了，起飞了，起飞了，拜拜。好好吃，我给你打了生要你吃吗？打了吗？打了吗？很好吃。我允许你吃，我允许你。我不允许自己。我的呢？秒怂。好吃。All I know is that I'm not feeling like myself. I feel like I've been someone else with you. Yeah, with you. All I know is that I'm not feeling like myself. 你来干嘛呀？我来送吃的。是啥呀？蛋糕。榴莲的吗？千层。壳呢？不应该把它跪一下吗？你吃，来吃一下吧。哪买的呀？这能买的？你是不是无颜出镜？给你留点钱。什么？什么？给你留点什么？留点啥？这榴莲降火吗？好吃吗？有点酸啊！刚倒的你，倒了醋了吧？我情商不多了。吃啊吃。还是从前的你吗？明明知道我的
相信会受伤，你却依然执意的去做，根本不在乎我的心里有多痛。看这是谁呀？我们再拍一个室外的片。陈老师，我说等一下你。转一下。这边是不是这样还可以？你脸比我大。一点没高嘞。这要注意我的钱。卖个份来。剩下小哥说我们更新的太少了，那我们也就更新一条。还在弄封面。你这个没错了，不是你到太阳下面了。如不能再次遇见，我会说句好久不见。你会是少妇人，还是不停地看视线？我都走遍过你的右边，会不会有更深的人选？只是那段只是渐渐行渐远，我像是失落的点，出现又不见，被月亮消遣。哎呦，星星的月亮，装作皎洁的模样。让细丝成语言，他做红妆，面带浓妆，唢呐一声唱，明月光，天女与子，泪眼白高堂，一代天地日月，200秋一望，这一生，为3代红尘凉。哎，关姐。哎，你又骗我！哎，你又骗我！哦，天空不作美，我躺在床上睡。无聊的世界，因为我又添了一段累赘。这个人他说他 copy 了一个我昨天发的教程，他失败了，还可以呀、是不是？对，中间这个投入怎么回事？没有，我没什么投入的，你看。李老师给你弄一下，头发毛给他扯一下。你能不能认真一点扯？我是认真的，我还没有开始。你要关注到我的脸，然后这样扯。有点难救它，你看这个东西立不起来，你看怎么回事？啊，这怎么办？要么重新给我扎扎。那你上面那个太复杂了，我有点难。我觉得两边搞一点，主要你头发比我少，我觉得。你看无动于衷。那你再扯扯。对我比你还细还软还塌。主要还少。你看这里没用了呀，你看我扯一扯是吧？对呀对呀，为什么？你看这不就出来了？那为什么呢？头发原因。搞不起来呢我。那算了吧，就这样。我知道你听吗？哎，踩我头发走。
是不是傻？我妈说她要出门好几天。老板账本不常记，不人不敬不常意，可来可散一场戏，台下台上并无意。29年，世间冷暖离，三生心的自远距离，月下情何尽。梳妆，这来邻家少年郎，哦，心在荡漾，春风微扬，花在开放，短发一人自芬芳，心头小鹿撞，碧波轻荡。是谁在歌唱？吵醒睡觉的姑娘，假装披起了衣裳，月光格外亮。校园外门廊，少年独自一倔强。23心机，落花人土里，唯有此句能解心中意。月落自归啼，飞絮先说去，人莫处，知人君从此起。这人说他累死了，我给他发个功。有没有好一点？你这是传说中的摸头杀吗？跟癫痫了一样吗？发功，有没有好一点？你烦死了！双腿跪下，跪就跪。哼，外面几个相好，我到底几个？2个？什么？你听我说，有2个，打死你！我不同意啊！我不同意啊！别动，别动。好了，我觉得可以那样子。啊？看了。